近年来，市府编列就业开发特色公园，同时台湾现有公园游乐设施扩大开发公园计划用地。不过，议员林美燕表示，公园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水水有创意，要求在规划设计时一定要包括野日头、亲子公共厕所、加洗手台等必要的设施来体贴民众，临时颠倒造成民怨。我们要强烈的要求市府。在你在规划大型特色公园里面，我们除了基本的配备之外，我们的遮阳设备、亲子公厕，还有亲子洗手台，这个要是基本的元素。你大概都一定爱加里面，你袂使大概无加里面，整个设备完整以后，民众来反映的时候，我们再东补一点、西补一点，完全不会让人家非常的就是温馨的感觉。起跳，你可以承诺吗？对你刚刚讲的亲子公厕、亲子洗手台，应该我们在规划之初就要做。至于遮阳设施，你看看遮阳设备，你看我上面的这个上面就有了，别的人应该是一个凉亭性有了，它不是在游具上方，它在游具上面有一个像沙飘，那个都可以，还是都可以去做的。我们考量那个部分，好不好？议员除了提特色公园的相关配套来全面体检，嘛进一步针对民政局106年在规划40公顷的南山公墓前线，用滨众专区来设计道路公园，希望带动地方发展。不过因为看写文化资产跟5档过去游玩拢无进展，这期到底要地方等偌久？公墓里面有讲到的文字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要达到双赢呐。达到双赢过程中，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浪费时间呐，市长。如果再给你一任的时间，你可以给地方承诺吗？我可以去加强跟地方沟通，要看地方民意，还有看那个家属他的意愿。最近各提供讲搁有较新的需要，搁要搁调查的迄资料啦吼。这部分的尽速来处理，和文史工作者搁含迄个。咱迄个附近的居民的这个的需求，尽量来做一个共识。有48档历史的南山公墓，虽然有文史界公民团体诉求专区保留，地方某公墓阻碍发展的反对，所以如何持续沟通，公墓何去何从，必须关心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